哦，有什么事情？你来了。这是我们夏老师，这是徐帆的妈妈。你就是夏老师啊？你好，我是夏灵溪。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儿子的手机里头一点跟学习有用的都没有，同的都是你的照片，而且还是上课的时候拍的？小姑娘，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，你呢，到底是来这里上课教书的，还是来这里勾引学生的呀？您要我给您一个解释，不如自己跟学生问问他为什么拍我。这是他自己的手机，我不可能逼他拍。是你没逼他，但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你勾引他拍的呀？徐帆妈妈，您先别激动，我想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，几张照片也说明不了什么，有可能就是孩子拍着玩的，没有那么严重。我们夏老师虽然年轻，但是他很有经验，他还是全市高考的第1名呢。第一怎么了？我就事儿论事儿，分数高也不代表他人品没问题吧？哎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往哪儿看呢？就你这样，对人一点尊重都没有，还全市第1呢？你说啊，学生喊你一声老师，你就真把自个儿当老师了？你不配，端着一副臭架子，摆着一张臭脸，你给谁看呢？我告诉你，我带着孩子上了这么多辅导班，我没见过一个像你这样的人。徐帆妈妈，您先别激动，有什么咱们解决，别跟老师置气，咱们好好说，是不是？您这样做也解决不了问题。走，咱们去外面，您跟我说，我来跟你解决，好不好？走走走，我给你解决。徐帆妈妈，您看这样成吗？我们给徐帆转班，我保证他去最好的班级，绝对是1等1的名师。您看这样，您就别投诉了，行吗？喂，你在哪儿呢？下午你手机一直关机。我项目小组刚开会呢，手机不能开机，刚做完数据分析。我们回家见吧。那一会儿见。好。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刚刚去超市，然后我前面那个人买咖啡，那个收银员他不小心就把它弄洒了，还泼了我一身。我现在去换一套衣服去了啊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公司？我感觉你刚才进门的时候，好像瘦了很多。那正好啊，我就不用费力减肥了。